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篇，阿摩司书第4章第6到13节，约翰一书第3章11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是基督信仰的诫命，这不但是一个新的诫命，也是旧约的诫命中就很早已经提到的一个诫命。我们看到申命记第6章第4到第9节，圣经这样说：以色列啊，要注意听，上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你们要全心全情全力爱主你们的上帝。我们今日命令你们这些话，应当要记在心里，也要殷勤地教导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在家里面做，或是在路上行走，是躺着或是起来，都要念这些给他们听，又当绑在手里做记号，绑在额头上面来提醒，当写在房子的门口、门框，也要写在城门。不但是申命记这样的教导，我们又看到利未记19章第13到第18节的经文，他说：不要欺压你的同胞，不要抢夺他们的物品，不要给工人的工钱留到隔天，不要咒骂耳朵听不见的人，也不要将物品放在瞎眼的人前面，害他们跌倒。当敬畏你的上帝，我是上主。你们审判不要不借着公义，不要偏袒穷人，也不要看有权势的人的脸色，应当要照着公义审判你的同胞。不要到处造谣中伤人，不要做伪证害死人，我是上主。不要心里怨恨你的邻舍，应当诚恳地指责他的错误，这样才能免除他的罪来在你的身上。不要给自己的同胞报仇，也不要记恨，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我是上主。这一段利未记的经文提到几个地方跟邻舍有关系的字眼、教导以及态度。13节在新的台语，它翻译成同胞，和合本则翻译为邻舍。那这13节这个同胞跟17节的邻舍，原文虽然是不同个字，但是都是同样指着邻舍这个意思而论的。15节的诫命呢，则是跟我们昨天谈到的雅各书的教导完全的相同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待人不可以有偏见。积极而论，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是我们的邻舍，都是我们所应该去爱的一个对象。从旧约，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了诫命，但是以色列人总是违背上帝的诫命与旨意，
一个心理刚硬的人是不会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的，就如同约拿一样。在约拿书的记载，他故意违背上帝的旨意而背道而驰。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开放心胸接纳邻舍，或是更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爱仇敌。这样的人并不只限于那一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，特别我们在阿摩斯先知书里面看到，他提到了以色列和犹大的这些以色列人民。也接续昨天的经文，今天的经文阿摩斯书第4章6到13节，先知预言了上帝的惩罚必要临到撒玛利亚，也要临到以色列人。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他们欺压贫困的人民。昨天的经文阿摩斯书第4章第1节，那边说到说，住在撒玛利亚山巴山的母牛要注意听啊！你们欺负穷人，压制艰苦人。特别要请我们注意看这个巴山的母牛，这个母牛是在指谁？这个母牛是在指撒玛利亚城当中的肥胖妇女。为什么他们是肥胖的妇女？是有原因的。这些在京城当中的贵族，或是宫廷当中官员的夫人，或是社会里的文达者、贤达者，他们的眷属，或是富豪巨贾的妻妾们，这些女人她们贪得无厌，在第1节就这样说到。然后他们在宗教的生活行为上面，他们假装着非常的热心，这在第4节、第5节所提到的。然而在面对上帝的先知的警告当中，他们却是麻木不仁的。我们可以从第6节到11节看到，这些人他们不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却假装自己是非常虔诚的。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外表、生活的富裕，他们完全不在意周遭这些弱势者，甚至他们还欺压他们。这是上帝所不喜欢、所唾弃的生命与行为。约翰一书第3章11节，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信息，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这里提到的起初，并没有讲到特定的时间点。约翰口中的起初时间是什么呢？我们并不知道。但是这个字从希腊文的圣经来解释的时候，它的意思是一个开始。另外，我们也在圣经当中看到有翻译着统治者，所以这个开始等于统治者，也是圣经在说的我是阿尔法。那么就应该了解成跟创世纪第1章第1节一样的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也就是说，彼此相爱是上帝起初就定下的旨意，这不会是选择题，而是一个是非题。若非是即非。约翰又说，我们不要像该隐，他属于那邪恶者，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。他为什么杀死弟弟呢？
因为他的行为邪恶，而他的弟弟行为正直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要是这世界上的人恨你们，你们不必惊奇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们所以知道，是因为我们爱弟兄姐妹。那没有爱心的人处在死的权势下。凡恨自己弟兄或姐妹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知道，凡杀人的，就没有永恒的生命。基督为我们牺牲生命，从这一点我们知道什么是爱。那么我们也应该为弟兄姐妹牺牲生命。一个富有的人看见自己的弟兄或姐妹缺乏，却硬着心不理，怎么能说他爱上帝呢？约翰与雅各的强调这个信仰的精神和行为其实是相同的。他们说，不可偏待人，不可对人有偏见，不可欺负人，要彼此相爱。诗篇第7篇，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求你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，不让他们像狮子抓住我，把我撕成碎片，无人能救援我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若有什么不义，双手沾染罪污，对朋友恩将仇报，纵容无故对我行凶的敌人，就让仇敌追赶我，擒获我，让他砍倒我，杀死我，使我倒闭在尘土中。上主啊，求你奋起，在烈怒下打击我的仇敌。求你起来帮助我，因为正义是你的要求。愿万民都环绕着你，愿你掌权统治他们。上主啊，你要审判万民，求你宣判我无罪，因我无辜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审查人的心肠肺腑，求你阻止邪恶者的恶行，奖赏广行善事的人。上帝是保护我的盾牌，他拯救胸怀正直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日夜惩罚作恶的人。他们若不悔改，上帝要磨快他的剑，他弯曲搭建，预备好致命的武器，要发射燃烧着的箭。邪恶的人图谋恶事，他们制造纷扰，惯行诈欺，他们挖了坑，要陷害别人，自己反而掉了进去。他们要因自己的邪恶被惩罚，因自己的暴行受伤害。我要感谢上主的公义，我要颂扬至高者的尊名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，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仆人，让我们不偏待人，看人也没有偏见，以善来待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